1月24號，國防部官宣，軍委副主席張又俠、軍委聯參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經黨中央研究決定，對兩人立案審查調查。由1月24號到2月17號，解放軍由總部到各戰區、各軍兵種都冇正式公開表態支持黨中央呢個決定，呢個情況顯然唔尋常。有人認為呢個代表成個軍隊對習近平找張又俠唔滿，屬於集體沉默抗議，其實就係一種對抗，用沉默嚟對抗。亦有人話係習近平下令軍隊唔好表態，所以先會出現而家嘅局面。反駁呢個講法其實好簡單，如果軍隊齊齊整整支持習近平找張又俠、劉振立，咁習近平根本冇必要唔俾佢哋表態，反而應該讓大家統一發聲，消除外界傳言。對佢嚟講，公開表態只會有好處，唔會有壞處。咁點解唔俾表態？正正可能說明部隊入面有人反對找張又俠。如果真係讓大家表態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唔支持，外界就會睇到有幾多單位反對，而且好可能反對嘅數量更多，力量更大。於是習近平乾脆同大家講，算啦，唔使表態，有可能係咁。無論係第一種講法定第二種講法，都說明解放軍至少有相當一部分唔支持找張又俠，甚至可以講大部分係反對嘅。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點係習近平到而家都未完全搞掂部隊，佢未必可以完全掌控軍隊。